过来消息咯，咱来看高雄的植温要延伸到林园，按算阁要区段征收170多公顷的土地。林园的乡亲今仔是到行政院来登记抗议，因呼吁政府应该爱马上停止征收。蔡英文、蔡清迈，你们当初提出的土地正义，现在土地正义在哪里？ 好甲徛袂在，因为高雄积温延伸到林园，煞要区段征收170多公顷林园人的土地，乡亲惊家己的厝无去，找到透明就北到行政院头前登记抗议，希望政府停止区段征收。反征收，要生存。区段征收有所谓的蛋黄区、蛋白区，蛋黄区就是真正要拿来做公共建设的土地。 蛋白区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给你抠起来，然后呢给你征收完之后要交给财团的。林园乡亲抗议，接运站需要的土地，干那1公顷外，市政府煞要征收170倍的土地。副市长林清仁国伫面册顶员讲，征收来的土地若要开发，会当补助市政府140倍来去接运。盖条捷运由我们林园人出钱，这样合理吗？ 行政院派代表出来接陈情书，表示会将意见交互相关部会。高雄市都发局是表示，目前林园乡亲内底敢若8趴交陈情书反对区段征收。林清仁吹背嘛承诺讲，若是有无共意见的人，会当优先卖纳入都市计划范围。记者林书豪等报道台北报道。